第一大先你就了解，这个政府是啥物政府？这个政府根本都无存在啦！中华民国，这个国家是无存在。这第一个认识真重要。你是敢若挂一个名尔，所以呢，1992年啊，当时我敢讲中华民国伫台湾，甲迄个名伫台湾尔。实在讲起来，这个政府就是呢，独裁、军事占领的政府尔。安尼尔，你无其他嘛？你这政府就甲改，我安尼想起来对，就甲改。最简单的，我的基本的想法就是呢，莫乱啦，社会会安定下，一步一步来进行。要进行就是这个政府要安怎改做一个民主政府、本土的意识的政府，这是第一步啊。你若要讲我偌敖，我是无啦。第一呢，万年国会第一都毋对啊啦。第二就是宪法迄个都毋对啊，这宪法都配合互台湾的，属于台湾的。安尼是你都要安怎一步对一步去？一步去了后，佫进一步，就是讲，这领土的问题都甲其他呢对现实的真济这条例呢袂合的问题，你都一项一项都叫伊改嘛。佫进一步就讲，总统应该就直选啊，啥物老百姓无法度选总统，安尼就过去管会来嘛，安尼一步一步来解决嘛。就民主化的声音，全世界拢遐尼大的是，真少人敢讲安尼，免讲这安怎，迄除了讲真彻底的国民党员以外，无人敢迄款的嘛。